喺呢段片，我會講解揾託兒服務員嘅過程。當家庭通過兒童委員會申請託育服務之後，一位資源與轉介專員將開始協助家庭尋找適合嘅託兒機構或者託兒提供者。專員會向家庭提供一份可選託兒資源清單。我哋會使用一個名為 WorkLife System 兒童託兒搜索系統嘅平台來生成一份舊金山持牌託兒提供者嘅名單。該名單會根據家庭嘅具體需要進行篩選，包括託兒類型、需要嘅日期同埋時間、小朋友嘅年齡、語言需求同埋託兒環境設置。呢度展示嘅係一份託兒提供者嘅名單例子。家庭會收到一份包含10到15個託兒者名單，俾佢哋去查睇同埋比較。喺呢份名單入邊，家庭可以睇到每個託兒者嘅相關信息，包括呢個機構同埋呢個託兒地點嘅名稱、地址、聯繫方式、託兒環境類型，例如託兒中心或者係家庭託兒，以及其他相關信息。通過呢個連接，你可以輸入郵政編碼、小朋友嘅年齡，以及你所需嘅託育時間安排嚟搜索持牌嘅託兒提供者。搜索係來自一個大型嘅數據庫，所以唔係所有列出嘅託兒提供者都會接受託育嘅補助。如果需要確認某位託育者是否屬於補助網絡內嘅機構，我哋建議你直接聯繫託育提供者去確認，或者諮詢我哋嘅兒童託育專員 （Child Care Specialist） 以獲取協助。